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財稅人生高資產客戶嘅頻道。如果今日幾分鐘嘅內容對你有價值，歡迎 click 下以下條 link 預約個人諮詢，或者報名今個月最新嘅遺產傳承咯，公司慳稅或者投資基金信託講座。成功嘅人士同一般嘅人士有時個分別就係，一般嘅人士咧係要見到一嚿肉，佢先行前去執；而好多成功嘅生意朋友係願意投放嚿磚出去引嚿肉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個分別。經濟成個理論係不變嘅。點解你話個利息可以抵扣收入啊？因為加拿大政府某個程度佢都明白，去鼓勵緊大家去創造更加多機會，所以個利息俾扣稅。咁變到啦，用人哋嘅錢咧，唔係就係一個口號，係一個紀律嚟嘅。睇唔睇到我呢度寫第一嘅槓桿守則係乜嘢啊？大家睇下左下角，避免平倉嘅風險，即係唔要有 margin call。講清楚係咩意思咧？如果你有平倉，即係個市場跌嘅時候，銀行要追你還錢。如果個還俾錢咧，咁個風險就大啦。大家都明白，其實都唔少有資產嘅人士喺度。金融基金市場長遠嚟講會點？會升，大家認同，冇咩否定。但係有時係咪會有起伏啊？但係如果你可以避免咗平倉嘅話，你揾到專業嘅團隊幫你做，避免平倉嘅風險，即係話，就算個市場跌，你可以等，銀行係唔需要追你去補倉去還個錢。咁即係話你可以等到個市場升嘅時候，有利潤嘅時候，恢復嘅時候。喺你有利嘅時候，你先賣出。咁即係話時間而家企喺邊個嗰邊，就企喺你嗰邊，而唔係企喺銀行嗰邊。如果要平倉嘅話，時間唔係企喺你嗰度，因為個市真係會跌，有機會長遠係升定跌嗰刻個風險你係控制唔到。但係如果你係控制到唔使平倉，你只要 keep 住嗰個投資，等到佢升為止，等到有利嘅為止，時間咪企喺你嗰邊。所以槓桿嘅守則，如果你揾專業團隊幫你做，借用別人嘅錢係啱嘅，大家明白。但係第一個守則就係話要避免平倉呢個風險。究竟你嘅團隊有冇幫你設立呢個避免平倉嘅風險咧？係冇咩秘密㗎。喺10年前，冇錯，我哋同樣頂尖嘅團隊10年前，我哋會分享俾大家睇。今日分享點解秘密啊，好特別嘅策略。但係今時今日點解冇晒秘密啦？有冇諗過？有冇上過網啊？最近有冇1分鐘前可能有啦？AI。所以而家嘅信息係好透明㗎啦，已經冇話咩秘密。如果有啲人仲同你講一啲秘密嘅離岸免稅天堂、秘密嘅海外保險，好似好高大上咁。而家已經唔係講緊一個 concept， 係講緊落地要好細節每個位去執行。咁所以已經唔係話有咩秘密可言㗎，係個 detail 點樣執行。拋磚引玉，咁拋磚即係請專業嘅團隊啦，或者拎少少嘅利息成本出嚟啦。咁究竟引個咩肉翻嚟咧？你有頂尖嘅團隊，頭先Orlando 律師先講，咁咪可以做好你嘅家庭信託咯，公司或者企業嘅遺囑咯，要好細節嘅喎，唔係咁簡單喎。或者免稅嘅保險咧，有咁多間公司咁多嘅產品，點樣去揀到最適合嘅你咧？好啦，點樣有埋銀行可以攞到最大嘅資本？記唔記得個利息可以做咩啊？可以抵扣你嘅收入而扣稅。你哋今日嚟參加活動唔係想一個合法嘅條件，除咗賺錢就點樣扣稅咩？咪做到晒咯。所以今日嚟講，你哋係可以用時間買翻你哋嘅時間翻嚟，個時間幫你哋創造更加大嘅利益，等你同你嘅家人享受你嘅成果啊嘛。啱唔啱先？享受你哋嘅成果啊嘛。好啦，今日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更加祝大家揾到頂尖嘅團隊去幫你哋手，真真正正達到呢個一本萬利，財源滾滾，傳承萬載，好嗎？多謝大家。如果你有任何嘅財稅問題，或者想要更多嘅資訊，歡迎你同我哋預約諮詢，或者參加我哋專為高資產客戶舉辦嘅現場講座研討會啦。希望你喺面對稅收措施嘅變革，並優越你嘅企業同遺產傳承嘅財務健康方面，取得優越嘅成功。我哋下次見。